各位早晨，今朝早暖翻啲啊！我哋睇下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8.1至21.2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介乎19至21.7度。一齊睇下風勢圖，一股嘅海洋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。咁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區能見度降至3000米以下，同時一道雲帶正係覆蓋沿岸地區。預測方面係大致多雲同埋有霧，初時有一兩陣雨，最高氣温大約23度，最輕微至和緩東南風。聽日温暖有霧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去到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，下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寒冷，可以見到最低氣温係大約12度左右，所以大家到時記得要注意保暖啦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同埋其他城市天氣，廣州、澳門落雨，廈門落雨，台北多雲，上海落雨，北京落雪，瀋陽落雪，首爾落雨，大阪落雨，東京多雲。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驟雨；墨爾本多雲，悉尼多雲，布里斯班多雲；奧克蘭驟雨；溫哥華落雨；三藩市驟雨，洛杉磯天晴；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雪；倫敦天晴，巴黎驟雨，阿姆斯特丹落雨，法蘭克福驟雨，蘇黎世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